来关心新竹棒球场的改善工程。新竹市政府昨是安排美国大联盟的场务专家到现场会勘，用怪手乌白的空伫空内底灌水做排水的测试。不过到现场的议员，敢若会当伫3楼远远啊看，引起议员是真不满。 新竹棒球场改善工程持续地进行。13日起，新竹市长高虹安排美国大联盟场务专家到场会勘，现场出动小型怪手，要开挖分布伫斗手甲内外野草皮甲土拢总八位，深度有30至60公分。美方专家踏入去土坑内测量土岩详细翕相记录断面，了解排水情形，以及甲地下停车场连接土的管道，搁伸手摸土石堆，即届搁挖到好亲像无路用的手套这物件。 专家嘛行到外野区勘查，指出场边的排水沟伤大芳，也甲欠缺坡道，无法度自然消透这个设计问题。下晡嘛是坐伫坑洞转水进行排水测试。 还会再多花几个洞来看看是不是能够看到实际的排水或者实际的地漏，它比较好判断到底这个施工是不是真的能够让这个球场的排水是正常可以使用的。下午的部分，我们也会就已经开挖的这个洞呢来进行排水的测试，看看水是不是能够真的降下去。不过，专家巡视棒球场的时阵，甘拿市府团队土木技术工会营造厂商这代表会当进入场内，由9位看东派议员组成的棒球场监督小组，可能安排第3楼包厢观察。我都听到现场讨论的内容，议员提出抗议。在下面呢，在会看呢，完全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哦，也不知道到底在干嘛。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干脆就不用邀议员来了。 主要是针对我们球场的现况，先做一个分析，还有后续如果要成为一个可以打比赛，尤其是安全最重要，说到底接下来要该怎么样来实现这些改善的建议。市政府配合讲相关安排是考虑人员安全，佮尊重专家，无妨碍作业流程。美国专家爱甲图带回美国检验了后，才当提出完整的评估报告，也互外界持续地关心新竹棒球场敢有法度伫明年这帮比赛季的时阵如期复赛。记者综合报道。